以前看到新闻，有一个小妹爱画图，在澳洲旅行时间，在街路偶然发现，见了金川签，传动到收费，亲友美丽牵强，也得到自由，也是我将来希望的生活。我是廖家明，我想要做一个街路画家，用我的笔画出美丽快乐的人生。我们的课程是人像速写，这人像速写的速是速度的速。很重要一件事情是我们要掌握的速度。现在目前世界上最快的速度是多快？6秒钟完成一张，6秒钟。我们的速度，我希望你们能够在10分钟到15分钟能够完成一张单色的一个人像速写。我们毕竟不是专业。但是我们可以朝着专业、世界级的来去前进。两位是国庆上工所写出上课的教师，好教画图一定强嘅人对起重度两位。韩国因为根本嘅体验主角廖家明，是佢所写出嘅欣然自然。两位要求爱家爱精准嘅训练方式，唔但强本家明对其他嘅画图功力很好有自信。和本地对未来的人生规划有很好清楚的方向。因为我们是速写队，老师也会请街头画家来教我们画画这样，然后看到他们那些画家画的，就觉得非常厉害，而且神韵抓得很到位，然后又非常的快速，然后我就觉得就很想要往这方面发展。而且我自己本身就是非常的外向然后也不喜欢坐在办公桌里面，所以我很希望之后可以去国外留学，然后也可以跟传签，然后让我的以后的梦想能够达成这样子。上个是外国做街路画家，丰富自家嘅视野，还唔是少生活嘅问题。看来學校度嘅畫圖訓練已經為家明打理當好嘅基礎。韓國嘅自家讀英文方面也當用心去學，對未來需要嘅外文溝通能力，強人也當有自信。不過正式去讀街路行，為嘅當量老容易，家明更準備好咧係冇。他的勇氣一定夠的啊，他那麼厲害。而且他都會上台表演，然後他都不會怯場，就是非常自然。你这样吗？真的。那他上台都表演什么？他都唱英文歌啊。他唱英文歌超厉害，真的，超厉害，超厉害的。快点，快点，好啦，那我唱一首英文歌好了。好。I can almost see it, that dream I'm dreaming, but there's a voice inside my head saying you'll never reach it. Every step I'm taking. 看來家明冇能力畫圖嘅訓練，英文唱圖也係容易當量了到，強人都已經冇問題咧。你係唔來是傳到去衝紅嘅實際訓練咧，所以呢禮拜是特別安排咧有多年街路畫家經驗嘅林白天阿去欣賞，來做禮拜嘅接衝拗人。希望家明就得對街路畫家嘅精神面貌有很好情感體會。佳敏，那我来看一下你的作品吧。好，这是学校人像速写课的段考。段考，96分，很高哎。这是用左手画。左手画，你是左撇子？不是。不是，你吃饭是用右手。对。
画画用左手，都用左手吗？没有，我就有时候看自己的心情，左右开弓。对。那你应该是可以很多元的发展，天生就是艺术家的料啦。这一张完整度很高，这是炭笔先上一个笔，然后再上炭金笔。碳金笔。不过你的颜色啊，你的形都已经很不错了。不然我们现在来做一个测试好了。对不对？你画我，我画你。很紧张。不要紧张，只是个简单的测试，测试你抓一个人的神韵、五官、他的比例，在怎么样最短的时间可以很快的抓到，就这样子而已。我们来试试看吧。就是阿奇老师要叫我跟他对话那个时候，我觉得非常紧张，因为其实我第一次要跟街头画家然后对话，我觉得非常有压力。他说如果画不好怎么办啊？觉得很丢脸这样。然后阿奇老师戴帽子，怎么这么难画啊？就是他低头画，然后我要看他的时候，他就刚好没有办法看到他的脸，所以要一直的不断的去等他抬头。佳敏，我这边已经画好了，你那边画的怎么样？啊，真的吗？没关系，你先看我画的。来，哇，有美吗？有，好美哈！其实你本人比这张画还要漂亮的说。嘿，没关系，你继续画，我这边跟你说。嘿，其实这个测试的目的啊，主要是测试在现场画画的速度。你知道为什么速度很重要吗？因为客人在等。没错，客人在等，而且啊，这个速度也攸关到你的收入。对，如果你画得太慢，没有办法消化在等候的客人的话，客人可能会流失，你的收入可能就会因此而降低的。那我来看看你这边画的。我还没画，我掉了耶。哦，你的画的风格是比较偏写实、速写类的。对。啊，其实也不是不行。只是它的价格没有办法说提得太高，它可能就是一张100块，然后3分钟以内完成。不过我们都是会提高价格，然后在现场做彩色的风格。好，我已经大概知道你的速度和你的风格了，赶快把东西收一收，我们准备上街头去摆摊哦。那要去哪边啊？就在附近而已。那这是全国唯一可以不用申请就可以去街头展演的地方。你知道不用申请的意思是什么吗？就是早去早占位呀。所以我们晚去的话就没有好位置。我们在摆摊的时间通常都是礼拜六、礼拜天中午以后一直到晚上，百货公司关门以后才会收摊。1个月大概只有8天的工作时间。佳敏，我们走到这边哈，这边有一个街头女画家，那这边好像有一个位置。那边有一个街头画家，那边也有一个位置。你会觉得哪一个位置比较适合画画？我觉得狗狗那边吧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狗狗旁边很多人啊，感觉比较有人潮。不过不对哦，我会比较建议在那一个位置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狗狗它太可爱了。围过来的人潮，它并不一定是在看你，那可能他们都是去看狗狗，所以我们会尽量避开这一些元素。走吧，我们去摆摊吧。好。學到阿 K 先生選擇攤位嘅經營方法，撒下來時候會日日落攤位擺好。不過看起來擺攤嘅裝備要人唔會少，就算2、3人合作，都會用睇10個分鐘才做得完成。我们终于摆好了，来，过来坐一下吧，休息休息。那我们现在要干嘛？
休息啊。好累，觉得很累吗？好累哦，好热。等一下客人就会上来，先休息，维持最佳状态，好不好？好。虽然讲休息係為到行好人嘅路，不過按鬧熱嘅台北冬天，認為有時間半起到了咯，要人就摸一下是要忍下來咧。不過對老經驗嘅阿 K 先生來講，你唔單淨係做生意，很好係訓練家面提好嘅機會喲。他就是我們復興商工的學生，然後他的夢想是想要去國外，然後當街頭畫家，去畫畫，然後去賺自己的零費生活，會不會？然後說現場幫你畫，然後我幫你畫，然後他也幫你畫，這樣子。是，謝謝。不會。給他一個機會練習看看。當然，謝謝。那時候阿小老師叫我跟着他一起畫那個客人的時候，我覺得我怎麼可能在他旁邊跟他一起畫啊？程度差那麼多，對吧？然後可是那時候還是想說，好吧，那就假裝他不在，然後就跟他畫這樣。然後後來那時候就還蠻多人圍觀啦，就覺得很有壓力。想說我會怕聽到的時候他們會不會指指點點之類的，最後還好，大家都人很好，都沒有這樣的聲音出現。我沒有拿那個哎，啊，那這樣子，沙琪，讓這個。佳明的表現，他最大的優勢是他的態度。我發現他是一個笑容滿面，對什麼事情都是用笑來做他的反應。可能他的互動可能還是不夠那麼的強，可是很多時候你一笑出來了，人家也會感受到你的善意。冇錯，笑容係拉近人老人之間距離提好嘅意念。就算面對人生提起擺嘅街路化嘅經驗，就算係看到阿 K 先生做事已經完善嘅化作，心感到見狀有講聽到嘅家面，強容係笑面。不過是係唔啲佢完善作品嘅東風景，咁做得看到人他嘅笑容呢。還好，我快畫完了。畫得很好啊！好，我畫好了。請問可以借這邊的場地，然後當街頭畫家？你有證照嗎？就是街頭藝人證照。你就寫夢想美少女。我不要。好，我畫好了。哦，啊，好可愛好啊，喜歡嗎？好，謝謝。他看到那張畫的時候，其實給我很大的鼓勵。然後那時候我還想說，會不會是只是想給我鼓勵，然後說好話？可是他就是他感覺他非常的看重我要去體驗這件事情。覺得非常感謝他。這兩張的話，當然啦，這妹妹她這畫起來的話，就是超級可愛。對，但是怎麼講呢？如果說以 Q 版的話，再像一些卡通人物一點，會比較好一點點。對，但是不錯了。好，謝謝。對，很好。要嚟人生第一擺到街路半年懊惱嘅經驗，相信係家面體態嘅鼓勵。日本機到山下來擺攤嘅時間度，很好有自信，聽明阿 K 先生發下起嚟。不過對讓人變做一個街路畫家，阿 K 先生講，根本嘢是做得上係開始甜哦。其實不管是任何的學習，都比不上一次真正從頭到尾、從無到有自己來、自己做。
这些东西绝对会比我怎么跟他讲、怎么提醒他、怎么教他、怎么细节啊什么的还要来得快速，这是最快速的学习方法。所以生下来，家面大人同埋自家去街路上接受考验了。佢會自家去簽一隻會所來擺攤嘅，處抗啊自家用法幣來賺錢。这就是我说的地方。这里还蛮漂亮，这是哪里？这就是我们学校附近公园。不过看一下，人潮好像有一点稀稀疏疏。对啊。不过没有关系，因为我们今天也不是来冲数量，是主要的目的是要给你增加经验值。应该是可以试试看，不然你去交社看看好。好。来，走吧。不好意思，那个想要请问一下，就是我是复兴商工的学生，然后想要请问可不可以借这边的场地，然后当街头画家这样。街头画家，因为我们平常这里是有街头艺人来这里驻唱，那请问你有证照吗？就是街头艺人证照的部分。我没有我不会长期啊，就是可能今天一天，然后因为只是想要学习看看这样。那就是基本上不要打扰到我们的客人，那你要摆在哪里其实都 OK。谢谢，谢谢你。对，谢谢。由嚟好嘅開始，家面人人別立阿 K 先生食到中皮，開始布置自家嘅攤位。不過幾個好人士咁做得繼續下去。就是夢想美少女廖家現場人像速寫，這樣就夢想美少女。對。所以我要畫個美少女在上面嗎？可以啊，太好了，讓客人有多一點的選擇。你好，你們好，什麼事呢？我今天是我是這邊的駐唱歌手。你好，你好。來的時候我聽店家說，今天會有藝術家在這邊擺攤畫畫這樣。那有什麼我可以幫得上忙的嗎？當駐唱歌手過來關心我、協助我的時候，我就覺得動看不通啊，因為我們根本不認識啊，然後就過來協助我，我覺得真的很溫馨，然後很棒。順條從高嘅街路人人，第根本也係家面第一擺擺攤啊，想都冇想是帶起喺舞台面前，希望做得為佢好好的宣傳。大家好，我是廖嘉明，然後我是來自復興商工的學生，然後我因為未來想要做一位街頭畫家，所以想要來這邊先做一次的體驗，然後用難得嘅貴人聽上，攞宣傳嘅機會，本家面對生下來為用人下來簽記號，然後安心咧。不過兩位嘅人客可能都係來談過嘅，家面對你是條定落團舞，就用人下來。有客人了呢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坐，坐。这是我们的追梦美少女。在这边。我目前都是画单色，然后或者是如果要色铅笔的话也可以。然后单色就好了吗？好。那单色的话就基本上100块，然后就看你们画出来之后，就是看你们觉得满意或不满意再看这样。那是一人一张吗？一人一张，好。加油！几分钟对不对？好，不要緊張。什麼是客人叫？來慢慢畫。好，謝謝。要嚟人客嘅鼓勵，本家面很好又容易，讓人哋開始佢根本嘅第一種街路人像手寫。其實當我在畫第一個女生的客人的時候，其實我覺得沒有這麼好畫，因為她長得很標緻啊，然後沒什麼特徵，對吧？所以我覺得我沒有畫得很好。畫完了，好強哦！好，期待哦，對啊。這個冰棍啊。
谢谢。我看到他的表情，他其实我知道他没有很满意，因为我知道我自己没有画得很好。可以直接讲我画没关系。我先画他的看法。虽然人客嘅反应本假面有点失望，不过相信呢种失败嘅感觉，本期很好成为变下去。真的是可贵的人，很珍贵的不要忘记我们。不会啦，就记得你们，都会记得你们的容颜。因为一开始的时候，佳明好像是想要追速度，所以很快的就开始，然后草草的结束。可是第二章他画那一个先生的时候，他把他的明暗啊、立体感啊、完整度完完全全的比第一章还要多，还要好的很多很多。有人变下去，结果是冇强容了。那第二种嘅人想法是本人客10分满意，这是这假面也做出了一张踏性嘅决定。我想要画第2张彩色的画给那个女生，是因为我觉得东派谁啊，我把她没有画得很像，所以我希望可以在彩色画的时候，可以把她抓到神韵，也能够让她比较开心。达到很好优秀，韩国色彩嘅运用，本大家都做得很敏感，受到假面嘅心意。第二本阿基先生都愿唔系来提手画几笔，希望假面第一摆嘅介入画图经验，有一只很好嘅结束。画好了，哇，比第一张更像。对啊，彩色版的，很厉害了。对啊，就有画出还不错的出色。谢谢啊，谢谢，不好意思，谢谢。是你第一个客人，我给你鼓励一下。对啊。我能够拿到这些钱，其实对我而言不是一般的那样子的价钱，而是更超越那个价值的，使我可以如同从学生，然后翻转成为一个街头画家的感觉。可惜做得用画笔赚到钱，相信这也是系本假面提起接嘅鼓励。一路全场耐心高级嘅阿 K 先生，对假面嘅表现又有乜嘅用嘅观察呢？在这2天的相处当中，我发现成为一个优秀的街头画家的元素，最主要的就是态度。你的态度完全没有问题，你笑口常开，而且你乐于跟人家沟通，而且你有一个很强烈的企图心。基本上你掌握了这一些态度之后，那专业部分、线条啊、构图啊、结构、五官这一些，你只要多多的练习，我保证根据你的这一些态度，你一定可以成为一个非常优秀、非常成功的街头画家的。两地田认识啊，阿奇老师，其实我觉得他就像我的朋友一样，也动感车去唔怕路苦嘅教爱，也唔为本爱的麻烦。在体验的鬼腔中，也认识了当多的贵人，本爱感通，也帮助爱进步。这一切种种，本爱想为心扉介入发家，本爱发到的人有快乐幸福。好，谢谢大家。谢谢大家。